大家想食咩啊？多啲蔬果，少油少鹽同少糖嘅，最好就有埋優惠啦。咁多要求啊，梗係揀佢啦。星級有型食肆分為1星、2星同3星，代表食肆提供唔同嘅有型菜式同有型優惠。佢哋遍佈各區，大家出街食飯或者買外賣都可以食得健康。快啲成為星級有型食肆啦！師傅打咗肺炎球菌針未啊？我咁好武功，都一樣要打針。如果長者感染肺炎球菌，會有較高風險患上嚴重肺炎同致命疾病嘅。一旦感染抗藥性肺炎球菌，就更加難醫啦。要預防就要打疫苗。65歲或以上嘅長者，去公營診所打係免費嘅，去私家診所打就有資助。打去2125了解下啦。喲，個造型靚唔靚啊？爭少少，要由裏面靚出嚟，做埋大腸癌篩查就更靚。我冇病冇痛，唔急喎。大腸癌初期冇病徵㗎，要做篩查先可以及早發現。大腸癌篩查計劃資助50至75歲冇病徵嘅香港居民做篩查，可以免費㗎。慳唔少喎，叫埋班老友先。記得做咗篩查都要每2年再做復檢，上 colonscreen.gov.hk 睇下啦。